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好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要味菜，味菜是过去的人激头壳，互你想话音，互你想会意，理解伊的意思，唔才有法度答到伊的答案。今日咱来要，拢是北部的地号名。头一条，咱来讲狗的人十粒头壳。国情啊，敢有迄个地号名，则看着鬼。国情啊，莫有白讲啦，哪有迄个地号名？唔是啦，啊无咱来算嘛。狗的人十粒头壳，安尼就是鸡一粒人头，敢唔是？哦，鸡人头啊，对，鸡人头啦。咱知影，冲冠山起机行甲真棒，就是鸡人。起机路真棒啊，到甲鸡人头啊，无法度搁过暗。鸡人头话音，咱咧讲平埔族起得甲咱族鸡人即个地号名，互咱答。啊，当然，原来有人出无共款的味菜，讲做生囝去报户口，安尼嘛有影呢。囝生出兼去报户口，就是鸡人出来。鸡人讲完，来要第二个地号名，原来无偌远，前差无介远，无几里路的庄头。这条讲做逐三顿食无饱，啥做逐三顿食无饱？咱来研究一下。咱来研究讲，若一半顿啊食无饱，台湾话讲做枵。所以吼，大人会堪的枵，囡仔袂堪的。咱唔通互囡仔枵了过期，啊，若连续逐三顿都食无饱，迄就是枵饥失顿啊。台湾话另外一句讲做饿。哦，有影，饿肚，毋则逐三顿食无饱啊。国情无张地煞讲出来啊。饿肚话音就是饿肚，鸡人饿肚、6肚、7肚、8肚的饿肚。哇，饿肚我嘛捌听，讲话音的讲饿肚有通。搁来第三条来讲卖鱼的无牙签，卖鱼唔牙签，你要叫人客安怎买？用个好上，无唔对，用个好用个品的。你若看即尾较水肉较肥，我卖你较贵；啊，若看迄尾较无肉，咱啊卖泡，我卖你较俗。所以在你拣的人客，看你要拣倒一尾，互你答。台北市一个地号名，目前景尾路中的景尾，咱知影尾啊，汉字改过，有的人读作景尾，不过正古早的地号名爱讲做景尾才有正确。啊，若台北有景尾，卖鱼的无牙签，彰化县搁另外一个地号名，讲鱼港港口尾流或者港尾，港尾讲话音变做开港的港，对啦。嘛有在人客用个讲的，看你要讲倒一尾，来我才甲你报介绍。所以，互你答景尾，互你答港尾。解说拢会通啦。